今天来我舅妈家，我舅妈烀了一锅苞米，然后还有这个地瓜，然后老舅在那蒸烤肉呢。一锅，哎呀，一锅苞米，下边是地瓜。农村就这生活。老舅，家人们，老舅出摊了，1块钱一串啊！1块钱串，这大串1块钱可太合适了。1块钱一串，来吃了吧？这样好吃，这比那好吃，这入味太香了。等我大闺女领对象回来，咱多整点烧烤，我调炉烤大串。这个人少啊，就烧烤点先吃着吧。干等你的对象找也费劲，这个着急劲儿。喝酒都没人陪我。农村就这生活，我舅妈炖个小鸡儿炖蘑菇，龟儿进门，小鸡儿丢魂，小鸡儿死了，人呢？农村就这生活，简简单单4个菜，开盒。另外，你的对象啥时候领回来呀？这段必须的。